用粵語學寫詩。10. 帝女花枝，樹盟。3. 上次講到長平公主貴為帝女，亦都有寂寞哀愁嘅時候。佢本無求偶之心，怎奈父王佢推莊有意啊？不過公主終須都係要叫人纏周世顯。由阮順娟小姐飾演嘅周世顯，一上場就吟詩一首自放。孔雀燈開五鳳樓，輕袍亂舞撳貂裘。敏捷當如曹子健，瀟灑當如秦霄游。孔雀燈係展開如孔雀尾嘅燈飾，紫禁城午門嘅兩側共有5座樓閣，形狀好似鳳翅咁，俗稱五鳳樓。呢一度係代子宮廷。曹植字子建，才思敏捷。謝靈運曾經講過，天下才共一石，子建獨得8斗。一石有10斗嘅，而曹植才高8斗，7步成詩。留意曹植字子建而唔係子建，建築嘅建，堅件健係第3聲音去聲，健康嘅健係堅件健健健健，第6聲陽去聲。古人嘅名同埋字多數有關聯嘅，植即係建樹嘅意思。秦觀字少游，注意要讀秦觀而唔係秦觀，理由就請睇下佢嘅字係少游啦。南宋嘅陸游好敬重秦觀，所以自己就改咗個字做務觀。蘇小妹三難新郎，為人所津津樂道，但其實只係附會啫，並冇蘇小妹其人嘅。秦觀有一首鵲橋仙好出名，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喜在朝朝暮暮。話佢情深則可，但係瀟灑呢就好似好少人咁樣形容佢啩。寫粵劇唔一定要完全按照詩律，我喺前2節已經提到過。但係既然注明係詩白，又唔需要受到配樂曲調嘅限制，照理應該要按照寫詩嘅格律先至啱嘅，否則何不稱做口古就算呢？照理唐滌生就算冇才高8斗，但係6斗7斗都大概有嘅，咁佢嘅詩多數都唔合格律，呢一點呢，我一直以嚟都感到好疑惑嘅。世顯呢首詩末句瀟灑當如秦霄游，本來應該係仄仄平平仄仄平，咁第一個字瀟係陰平聲，應該仄嘅，而家變咗平聲，但係冇問題嘅，我以前已經提過好多次啦。第5個字秦係陽平聲，亦都係應仄而平。本來呢個字最好係按標準嘅平仄嘅，但係135不論都算係普遍接受嘅，所以呢句基本上合平仄，而其餘嗰幾句呢，單獨嚟睇都係合平仄嘅。詩律規定每一聯之中嘅上句同下句要平仄相對，考慮到135不論同埋第一聯嘅上句可以押韻，亦都可以唔押嘅情況，咁樣至少2、4、6呢3個字呢，第一聯嘅上下句平仄要相對。世顯嘅詩第一句孔雀燈開五鳳樓，開頭4個字係仄仄平平，接住嘅3個字可以係平仄仄，亦都可以係仄仄平。因為7言詩嘅句子比5言詩長，即係節奏點嚟得遠啲。我話過押韻係為咗加強節奏，所以習慣上7言詩嘅第一句多數都額外押韻嘅，要用平聲嚟結尾。而5言詩就多數首句唔押韻，而保持仄聲結尾。唐詩絕大多數押平聲韻，而且同宋詞元曲以後嘅歌詞唔同，唔會平仄通押嘅。孔雀燈開五鳳樓，正係採用咗仄仄平平仄仄平嘅形式，樓字額外押韻。首聯嘅下句開頭4個字平仄要同上句相對嘅，
即係平平仄仄。下句一定要押韻，所以接住嗰3個字一定要係仄平平，而唔可以係平平仄。輕袍暖帽錦貂裘，係平平仄仄仄平平，裘字押韻。首聯呢兩句完全符合晒詩律。問題在於詩律有規定，一聯嘅下句要同埋下一輪嘅上句相黏嘅，即係2、4、6呢3個字嘅平仄要相同。或者換一個講法呢，如果唔計1、3、5不論，咁頭4個字嘅平仄就要相同。句似輕袍暖帽錦貂裘係第一聯嘅下句，用平平仄仄開頭，咁第二聯嘅上句亦都應該用平平仄仄開頭先啱嘅。但係敏捷當如曹子建就係仄仄平平平仄仄，咁呢種情況呢就稱為失黏，詩人係絕少犯呢啲忌嘅。第二聯嘅上句已經失黏啦，咁第二聯嘅下句亦都連帶失對啦，即係仄仄平平平仄仄，應該對下句係平平仄仄仄平平先啱嘅。但係下句而家係瀟灑當如秦少游，咁除咗1、3、5不論呢個問題呢，大致上就係仄仄平平仄仄平，咁係同上句失對啦。呢一首詩唔係詩律嘅優良示範，但係可以用嚟做反例，講明乜嘢係失對同埋失黏。唐滌生嘅粵劇唔使講，梗係合晒河車嘅啦。但係其實佢只要多花少少心思，就都唔難做到合埋平仄添嘅。點解會唔合詩律呢？係佢冇研究過詩律，佢淨係知道每句嘅句內嘅平仄，而唔知道句同句之間嘅平仄關係咩？還是佢只係一時疏忽呢？不過佢嘅詩經常都係咁嘅。還是佢根本就認為詩律對粵劇係冇意義嘅，所以唔需要遵守。我只能夠講我唔知道。不過如果我係唐滌生，就一定會盡力寫得4平8穩，以免落人口實。回過嚟睇翻世顯呢，佢呢一首詩只係講俾陪伴佢嚟見公主嘅老臣周忠聽嘅，又或者話佢係講俾觀眾聽嘅，但係公主就冇聽到。不過就算公主聽到，亦都應該唔會好受到吸引嘅。倒唔係因為佢呢一首詩唔合詩律，而係因為佢呢一首詩冇乜嘢了不起啫。第一句描寫皇宮幾咁氣勢堂皇，咁人人都知道啦，又使乜世顯講呢？第二句係描寫自己嘅衣飾華麗，咁又同50年少有乜嘢差別呢？第3、4句用曹植同埋秦觀嚟形容自己點樣敏捷瀟灑，但係又有邊個人唔識得往自己臉上貼金呢？你空口話自己風流倜儻，公主就迷倒喺風度翩翩美少年啊！咁就唔係我哋嘅長平公主啦。所以周忠都對世顯話啦：喂，你睇下公主艷如彩鳳，艷就艷啦。為是佢凜若冰霜，未知君家可有艷福消受啫。咁樣究竟世顯點樣打動公主嘅芳心呢？且聽下回分解。